动物保育员因为会当近距离接触动物，互真侪人是感觉真新鲜。不过实际上，这保育员除了爱传饲料、落屎、落尿、摒扫环境以外，阁有可能会去互动物攻击。而且伊无论是过年过节，也是风台天，嘛拢爱上班。为着互大家会当更较了解这项工课，有影局团队就以高雄寿山动物园做背景，推出影集来记录。 听到铃声的布袋鸟对远的所在飞来，颔棍村长长接演员肖武美、王佩杰、也有李顺宪的实物。台湾头一部以动物园为背景的专业西湖桥动物园，即要伫电视台甲串流平台播出。请制作团队登来取景的高雄寿山动物园来看各种因捌照顾过这动物。 我们也去参观了阿里的兽舍，看到它的那个粪便墙这样子，然后也亲身看了那个所有保育员们跟动物们相处的状况，让我跟编剧都非常感动，就觉得应该要加深这个脚本的厚度。从来没有真正变成保育员进到里面的兽舍去看过，所以这一次拍摄的时候可以了解到保育员非常多的事情，觉得保育员很了不起。 一大人的青菜水果是明星动物阿里的下晡点心，保育员甲这物件搬到电场外口，甲演员斗阵饲阿里。保育员使真近接触动物，定定被看做是真好的头路。不过这个工作毋但需要备餐、乌晒，病人啊也是抹药啊，也可能面临和动物攻击这风险。其实黑熊很聪明，如果你安全门关起来之后，安全扣没有扣上，其实它的爪子很利，它可以再把门打开。对我们保育员来说，上20-30公斤的门很重。 可对他来说，可能轻而易举。动物不要讲话，保育员必须要用时间甲动物建立信任，也要耐心经由真有的动作了解动物的需求。就算这日也是风台天嘛爱上班，若是无有够热情，恐惊是无法度一直做落去。真有戏剧在呈现动物园内底这工作辛苦，也互保育员感觉因的努力甲辛苦，总有互人看到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